在遠處，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見。他的孤單，他早已厭，曾在深宵哭訴遍無數次，在那山坡，他苦跌過，傷口多，種種辛酸，種種冷笑，曾亦使他心碎過。曾在遠處，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見。他的孤單，他早已厭，曾在深宵哭訴遍無數次，在那山坡，他苦跌過，傷口多，種種辛酸，種種冷笑，曾亦使他心碎過。喲，記得訂閱雨林酒吧 YouTube Channel。大家好，我係小沫香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全新系列，純童話一疊書。好的，這是一個流傳甚廣、感人至深的故事。以下是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完整故事內容。安徒生童話故事：賣火柴的小女孩。在一個又冷又黑的除夕夜，天空下着雪，一個可憐的小女孩正赤着腳在寒冷的街道上走着。她本來穿着一雙很大的舊拖鞋，但在匆忙過馬路時，一輛馬車飛馳而過，她把鞋跑丟了，一隻怎麼也找不着，另一隻則被一個淘氣的小男孩搶走跑掉了。於是她只能赤着一雙凍得發青發紅的小腳，在雪地裡走。她的舊圍裙裡兜着許多火柴，手裡還拿着一束。這一整天，沒有一個人向她買過一根火柴，也沒有人給過她一個銅板。可憐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餓，瑟瑟發抖地向前走着。雪花落在她金色的長髮上，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美麗，但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美麗。每家每戶的窗戶都透出溫暖的燈光，街上飄着烤鵝的香味。因為今天是除夕夜，她實在走不動了，便在一個角落的牆邊坐了下來，把身子蜷縮成一團。她覺得更冷了，但不敢回家，因為她沒有賣掉一根火柴，沒有賺到一個銅板，父親一定會打她。而且家裡也很冷，只有一個破洞的屋頂，寒風會一直灌進來。她的一雙小手在戰鬥，幾乎要凍僵了。哪怕只是一根火柴，也能讓她暖和一點啊！她終於抽出一根火柴，在牆上一劃，黐，火柴燃起來了，冒出了火焰。她將小手攏在火焰上，這是一道奇異的、溫暖的小火光。她覺得自己彷彿坐在一個閃亮的黃銅火爐面前，爐火燒得旺旺的，多麼暖和，多麼美好啊！唉，這是怎麼回事？正當她伸出雙腳，想讓腳也暖和一下的時候，火焰忽然熄滅了，火爐不見了。她手裡只有一根燒過了的火柴梗，她又擦燃了一根，火柴燃起來了，發出光亮，牆壁被照亮了，變得像薄紗一樣透明。她可以看到屋內的景象，桌上鋪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擺滿了精緻的盤碗，盤裡有一隻香噴噴的烤鵝。更美妙的是，鵝竟然從盤子裡跳了出來，背上插着刀叉，搖搖搖擺擺地在地板上走，朝着這個貧窮的小女孩走來。這時火柴又熄滅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牆。她再次擦燃一根火柴，這一次她坐在美麗的聖誕樹下。這棵聖誕樹比她透過富商家的玻璃門看到的還要大，裝飾得還要美麗。翠綠的樹枝上點着幾千支蠟燭，還掛滿了彩色的圖畫。小女孩向他們伸出手去，但火柴就在這時熄滅了。聖誕樹上的燭光越升越高，最後她看到它們變成了明亮的星星，其中一顆星星落了下來，
在天空中畫出一道長長的光線。又有一個人要死了，小女孩輕聲說，因為她那唯一疼愛她的奶奶，曾告訴她，天上落下一顆星，地上就有一個靈魂要回到上帝那兒去了。她在牆上又插燃了一根火柴，火光把四周照得通亮。她的奶奶在亮光中出現了，她顯得那麼溫和，那麼慈愛。奶奶，小女孩叫了起來，啊，請把我帶走吧。我知道，當火柴熄滅的時候，你就會不見的，就像那溫暖的火爐、香噴噴的烤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為了留住奶奶，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都擦亮了，因為她非常想留住她的奶奶。這一大把火柴發出強烈的光芒，照得比白天還要明亮。奶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大，這樣美麗。她把小女孩抱起來，摟在懷裡。他們兩人在光明和快樂中飛走了，越飛越高，飛到了一個沒有寒冷、沒有飢餓、也沒有痛苦的地方。他們和上帝在一起了。第二天清晨，可憐的小女孩仍舊坐在那個角落裡。她的臉頰通紅，嘴角帶着微笑。她已經在舊年的除夕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升起來，照在她小小的屍體上。她手裡還捏着一把差不多都燒光了的火柴梗。人們圍觀着，議論着。她想讓自己暖和一下，但沒有人知道她曾見過多麼美好的景象，也沒有人知道她曾和她的奶奶一起，在光明和快樂中踏入了新年的門檻。這個故事由安徒生創作，以其強烈的對比、溫暖的幻象與冰冷的現實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成為了世界文學中最著名的童話之一，深刻地描繪了社會的冷漠與貧困中對希望和溫暖的渴望，在虛實結合的手法、美好的幻想與殘酷的現實，深刻地反映了社會底層人民的貧困與苦難，尤其是兒童的悲慘遭遇。同時，故事也寄託了對美好、溫暖和愛的渴望，以及作者對小女孩的深切同情。小女孩的死亡在故事中被描繪成一種解脫和與至親的團聚，這個悲劇故事增添了一絲淒美的色彩。其實，在今時今日，仲有冇人識得珍惜？原來一支火柴就係一絲溫暖。賣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麥童話故事作家安徒生創作的童話故事，發表於1846年。賣火柴的小女孩以賣火柴人死去為線索，講述了大年夜的街頭又黑又冷。一個乖巧、美麗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在飢餓、寒冷、孤獨中5次擦燃火柴，在火光中看到不同的幻象，最後在大年夜，在幻想中微笑着凍死在街頭的悲慘故事，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表達了對賣火柴的小女孩講述的是一個在聖誕夜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悲慘命運。因為沒有賣掉一根火柴，小女孩一天沒有吃東西，她又冷又餓。她擦亮了第一根火柴，看見了溫暖的火爐。她擦亮第二根火柴，看見了噴香的烤鵝。她擦亮了第3根火柴，看見了美麗的聖誕樹。她擦亮第4根火柴，看到了久違的祖母。她害怕火柴熄滅，祖母就會和火爐、燒鵝、聖誕樹一樣消失不見，就擦亮了一整把火柴，想讓祖母留在自己身邊。最後，小女孩嘴角帶着微笑死去，沒有人知道她在生前最後一刻看到的美好情景。安徒生的時代背景，根據丹麥歷史學家克魯特 J.V. 耶斯佩森在丹麥史中的記錄，在拿破崙戰爭後的貧困日子裡，丹麥在歐洲雙重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中插翅高飛，迅速改造社會的時候被打得遍體鱗傷，很長時間處於危機之中。有時似要將農業改革掀起的現代化浪潮倒退回去。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幾十年裡步履蹣跚的丹麥社會，涼涼地徘徊在深度絕望和對未來抱樂觀信念、充滿逆流而上的決心之間。這樣的樂觀心態，在安徒生童話中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儘管賣火柴的小女孩最後凍死街頭，
但火柴之光是熱量的來源，是光明與希望的化身。火柴的光亮引導他死前看到那麼美麗的東西，他曾經是多麼光榮地跟祖母在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因此，賣火柴的小女孩寫成後發表在1846年的丹麥大眾曆書上，此後被翻印不絕。安徒生個人背景：1845年10月，安徒生再次訪問義大利，在聖誕節即將到來的時候，格洛斯頓城的朋友們再三邀請安徒生去那裡過聖誕節。安徒生興沖沖地坐上了去格洛斯頓的馬車。安徒生的馬車在格洛斯頓的街道上緩緩前進，他要體會一下城市裡的聖誕節氣氛。然而，就在熱鬧的街道盡頭，他看到一個中年婦女手臂上掛着一個籃子，背着個瘦弱的嬰兒，有氣無力地乞討着。不遠處，一個只有5歲左右的小女孩正在賣火柴，她的手都凍僵了。可是路過的人已經不多了，金髮小女孩的火柴一根也沒有賣掉。安徒生回去以後就寫了賣火柴的小女孩。完，下次見。